每一個人呢，佢哋每一個階段成長呢，都會有唔同嘅歌陪住佢哋啊嘛。我希望揀一啲大家熟悉嘅，除咗一啲好熱嘅歌之外，嗰個時間嘅歌呢，佢哋好中意嘅。咁但係平時又唔會唱嘅，呢個演唱會最好要唱快嗰類咁嘅歌。我希望歌迷呢，就真係諗一諗啊，其實聽男人的感覺嘅時間，我做緊咩咧？係喎，隔離班嗰個即係追緊我，即係可能係咁，好想做到呢個效果。其實咧上一次咧我就喺彩排嘅時間多口問，喂，我喺澳門啊，你嚟唔嚟啊？一齊玩啊！咁佢話好啊，係咪㗎？我中意啊，去澳門好啊，我嚟啊！可以喺我25週年演唱會嘅日子裏邊，同我一齊出嚟去唱翻一首11年前嘅歌，係 amazing 嘅呢件事。